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Excel concat 函數會合併多個範圍和或字串中的文字。concat 會取代 concatenate 函數，不過為咗與舊版 Excel 相容，concatenate 函數會持續保持可用狀態。例子一。例子二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，記得 like and share.